我们头起先来看，咱台湾有7位立委访问美国，昨初二行程已经结束。一个美国国会因计共是见到10位议员，访问团的成员嘛证实，咱台湾伫咧关税谈判，确实是和南韩、日本、越南拢排伫咧头一轮。也若是敢有见到美国国务院，也有国安会，立委是敢若回应讲，有见到应该爱见的人。 台湾立法院访问团随日结束访问美国行程，通讲7位立委行程拜会北京的国安会加国务院。立委回应讲，访问团有见到应该见的人，层级不加权，也确定伫咧对顶关系谈判，台湾排第一轮。确认我们是叫做 first four，first four 就是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也就是在 关税谈判上，台湾目前在进行谈判中，是第一群4国，所以它不会只是光从一个所谓的贸易的角度来看待台美关系，或者台湾在这一次关税问题上面的一个处理啊。这也是刚才王委员有提到，就是所谓 first four。 立委表示，美国审视台湾的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，若是考虑经济利益，更加考虑国家安全。相关政策估计伫5月初公布。针对台海安全，立委讲，美国官员讲到中国的普色地带作战手法，也期待台湾提悬国防预算，也落建军事特别预算，伫立法院交付委员会。很多预算的编列上面，我们其实也很希望，回到台湾之后啊，我能够大家重新审视。 在国防预算的冻结或者是删减上面，是不是大家能够来重新做一些检讨哦？我在内政委员会，那我也是非常支持这个海巡相关的预算哦。那未来我相信我会把这样的资讯带回去党团哦。那尤其针对海巡的部分哦。 好，这一次哈，在捍卫国安的原则下哈，其实我们是绝对支持提升国家的防卫能力的，一定是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准则。 一礼拜国会交流之旅，访问团总共见7位美国参议员，加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3位众议员，访问美国最后行程，跨党派7位立委拜访驻美国军事代表团，为访问美国之旅做一个结束。公司国际记者彭祖绥美国华府采访报道。